大家熬早，请甲咱的手机关机，还是转到震动。咱即时要来备办心，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耶和华做王，以用威严家己称。耶和华用气力家己称，家己下，世界就坚固无摇动。你的宝座对早起建立，你对永远就有。耶和华大水已经发起，大水已经发起伊的声，大水发起伊的影。耶和华伫权位有大能力。赢过遮个水的声，以及海里的大涌。耶和华，你的干净不知确实，圣洁合伫你的厝，对，即时到永远。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56首，耶稣圣会上帝设立。
请咱由原徛地，用主祷文来祈祷。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这样，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即时要来三甲启应，启应文61篇，以弗所第2章，咱即时三甲来启应，我来启，大家来应。恁遮个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在耶稣同过耶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有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离的墙，消除因中间的对立。伊废除犹太人律法的诫命甲规例。我们免为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我们免成做一个，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因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和平的人拢会当对同一个上信实来亲近谦卑。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并基督耶稣本身最上重要的基石。规个建筑面靠伊来连接结合。咱即时三甲来祈祷。圣在，圣在，圣在！亲爱的阿爸爸，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以后永远伫地的全能者。全能的啊，你的作为大在、奇在，万王的王啊，你的道途义在、诚在。主啊，之罪敢毋敬畏你，无将荣耀归伫你的名咧。因为独独你是神，万民拢要来伫你的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即摆武汉肺炎的疫情中，无看阮台湾人的罪，怜悯阮，使阮台湾政府有智慧，百姓有合一的心志，共同努力来对付疫情。对你丰盛的恩典中，阮拢有领受到，而且恩上加恩，提悬阮台湾的国家，予世界各国看见台湾。哈利路亚！感谢你，你的确保守阮伫你的恩典中，予阮有谨慎的心，无放松，时时刻刻提防武汉肺炎病毒的攻击，做好防疫的事工。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恳求你无看世间人的罪，无纪念世间人的歹，早日赏赐世界各国无受武汉肺炎的吞噬，也安慰受到死失的家庭。律法本是照着摩西传的，恩典甲真理拢是对着耶稣基督来的。亲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赦免阮的罪，怜悯阮的软弱，赐了平安予阮。
互阮心内无忧愁，也无惊吓。因为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伫基督耶稣内保守阮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阿门。上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能、丰盛、快乐，拢归伫阮的上帝，直到代代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共读圣经，咱今仔日要看的圣经记载《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30节。11章19节到30节，为着司提反的事所生起的苦难来四散的人，变形到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无对别人讲道理，只有对犹太人讲命定。若是其中有居比路，鼓励来几若人到安提阿，对希利尼人传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甲因伫地，信来归伫主的，因的数额不止济。论到遮的人，有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互教会听见，因就找遣巴拿巴去安提阿，已经到，看见上帝的恩就欢喜。可劝众人用心情结连伫主，因为伊是好人，有圣神甲信满满。对安尼加添侪人归伫主。伊去大数找扫罗，已经拄着，就带伊到安提阿，伫教会中聚集1年久，教示侪人。各学生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当迄时，有几若个先知对耶路撒冷落去到安提阿，其中一人名阿加布起来徛，靠圣神来指明普天下要有大饥荒。当克罗丢的年代，果然有这个事。对安尼学生。定着意思，逐人照伊的力量，架起攻击点犹大的兄弟，因就照安尼行，对巴拿巴甲扫罗经手，架到遐个场落。今日洪牧师要甲咱讲的是一间模范的教会。陈牧师，各位在座同工以及在中视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目前是伫中兴教会伫帮忙，这个礼拜日甲拜三。因为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纪念日，所以迄边有派人。前帮老牧师有甲我邀请，讲若有机会会通摆一摆来东门教会，所以今仔日有让一个芳，我就甲伊答应今仔日来到东门教会。了后，我知影讲，东门教会伫本地我是了做今仔日啦，头陈牧师甲我讲是前礼拜日设教117周年，伫设教117周年。我过去伫民族路，拄办民族路1年。民族路伫3月15，我原当去讲道，是庆祝118周年安尼哦。所以当然民族路历史是对日本时代算起，
咱这个是道道地地伫本地的这个历史安尼吼。感谢主，今仔日我伫这个所在，伫恁经历117周年，我用这个题目叫做一间模范的教会，甲大家三角来思考。拄则咱所读的这个圣经《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30节，有咧讲起一间教会这个兴起的这个历史。所以，咱读新约圣经有发现到记载济济教会，真侪教会，特别嘛有真侪教会才会书信。如果咱要找一间真代表性，互咱通学习，伫即个现世代做咱大家的模范即款的指标，咱会通了解即间教会大概是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即间教会有真侪即个特色，甲咱现今即个世代所在追求学习的即个宗旨目标足侪相像。即间教会是伫犹太人认为是伫外邦，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即个地区所设立的即个教会。即间教会毋是耶稣学生所设，也毋是保罗所设。即间教会是一群来对非洲、古利奈、甲小亚细亚、古比罗这犹太基督徒共同建立。建立这间教会，并毋是讲无会分设，也是讲看到迄个所在需要去设。这间教会就是伫非常的时期，对司提反受困捉这个事件，这基督徒就四散流亡逃走。逃走来到伫即个安提阿，所以伫即个所在就开始来设立一间叫做外邦的即个教会，因为这个人来到伫即个安提阿，因会晓讲希腊语，所以就用这会晓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也伫遐开始来传道，所以安尼来拍开即个外邦宣教的即个门，通讲是一间无母会支持，由一群只系安尼导难的只系信徒共同来设立的一间教会。安提阿伫当时是罗马的即个殖民地，也是叙利亚省的即个省府所在地，伫遐代表政治、经济、文化的即个重要城市。这个城是伫当时即个该撒阿古斯都甲大希律王所建立，城内十分的繁华，内面服侍足侪即个偶像，特别希腊、罗马真出名的即个偶像，拢总伫即个所在。迄个讲因崇拜，即个做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伫殿内甚至有提供真侪即个庙基，互即个参拜者伫遐娱乐。所以即种用车花、音乐的名称伫遐来得经营即个城市。所以当时伫遐阁有侪像赛车，是找娱乐的所在，交通发达，所以各种社会阶层的人真爱来到这个所在。特别嘛有真侪学者、军人，也是其他生理人、劣币有学问的人、有钱的人，常常爱聚集伫这个所在。所以安提阿成做一个国际城市、国际都市，内底充满
各种阶层的人，有无共款的职业，特别当时这受患难的基督徒，会通走到安提阿，因为伫个所在较好生活，也嘛较好伫个所在来架卡。因到伫即个所在，因伫遐无失去因对信仰即款的即个本质，所以就开始来建立即间安提阿的教会。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受称呼做宣教的教会，啊是讲宣教的母会，甚至安提阿也受称呼做外邦人的即个教会的母会。啊，咱看到这历史背景，互咱就知影讲，即间安提阿教会安尼非常的伟大。创设的过程，以及伫迄个所在，怎样才会有安尼尽做基督徒的本分来起造即间教会。今仔日我伫遮用即间教会内面有几项真要紧的特色，甲大家三角来思考。头先伫讲起即间教会，伫11章20节就安尼讲。若是其中有古比罗、古利奈几个人到安提阿，也对希利尼人传主耶稣的福音。有这个古利奈，这是后面的希利尼，希腊人，伫遐到迄个所在，也这的希腊人，讲希腊语的人，伫遐传福音。犹太人有一个根本固执的这个观念，犹太人因本身就是足拒绝这款外邦人，唔爱甲外邦人讲话，唔爱入去外邦人因厝，唔爱接受外邦人的这食物，伫遐非常的这个排斥这款种族，除了家己本身犹太人以外，无爱去接受这个其他的这个。安尼族群的人，总是这个人来到伫这个安提阿，因打破这款传统的观念，所以我要讲安提阿教会一个真模范，就是伊有法度去突破这款的环境的一间教会。所以这个人来到伫这个所在，开始用这个外邦人来传福音。这若对咱教会史的发展来讲，这个是一件历史的大事，非常要紧的种的突破。所以因就故意爱将这福音传予这外邦人。圣经有几摆也记录向外邦人传道理。耶稣的时代回离到这个撒玛利亚去传道理。总是撒玛利亚也佫有犹太人的这个血统。保罗伫保罗的时代，彼得圣经内面记载，彼得也捌向哥尼流传道理。总是这个是上帝启示，也是这个哥尼流主动安尼做。其他犹太人伫这款向外邦人传道理。大概几乎伫圣经中间真少找到，总是有这个人，古利奈、古比罗的人，伫遐拍破这款的传统，开始向外邦人传道理。我伫民族的教会牧会的时阵，也伫想讲，阮这个青年人，也是有一寡吼。常常有人来问讲：啊，恁遮有迄个国语礼拜有没有安尼啦？我讲无呢，我遮拢台语呢。啊，常常有一款即个外围的人啊入来要安尼问啊，即款呢。有一日我就甲这中级安尼开会来讲，是毋是来设一个华语礼拜？这个老长老随时讲袂使。咱台湾教会就敢若讲台语，其他袂使的。我知这个人真排斥，这个华语安尼吼。讲啊，无若用日本话来做礼拜会使的袂？伊讲会使的。所以后来
我就讲安尼好，来请你主持一个日语的查经会。所以伊就安尼开始设一个日语的查经会。果然嘛有10外个120个人参加。慢慢即款的观念拍破了后，也到台语也有日语的咧，开始就爱有华语的，为着安尼才来设华语的礼拜。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知即款传福音爱多元化，多元化。如果若犹太人伫即群遮的人若固执，都福音是为着犹太人来说，那咧外邦人就无这个机会来接受到这个福音。所以教会兴旺唔通接受传统，突破传统的束缚。因为教会是一间长过老的教会，长久不变，老化将态。所以咱要怎样有一个新的物件、新的观念？其实咱常常在讲，福音不变，时代急变，传道应变。为着这个时代的需要，咱莫去接受一寡这旧的观念来阻挡福音的进展。咱想到这间教会，这间教会的创立者。圣经无记载伊的名，大家若保罗传道理的时阵，所设的教会拢有讲保罗，讲一寡人伫遐传道理。这间教会无记载什么人去设，敢若知影讲有古比罗甲哥尼来的人，所以这个人是基督无名的先锋，这个人会使讲拍破当时犹太人传统。一寡影响人，因绝对无徛伫即款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所以安提阿教会即款的建立，通讲是达到传福音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即间教会设立了后，这个人对头到尾拢无记录，所以通讲即间教会是一间。平信徒运动的成果，这是值得咱大家来学习。有时阵咱大家在看一间教会，常常拢用牧师做中心，牧师若话，咱才叮当；是讲牧师若有计划，咱才开始的安尼协助推动。其实上帝所交代这个福音，就是全体兄弟姊妹三甲共同。来推展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咱伫这个时代，每一个信徒的角色非常要紧。第二项，这间教会特色，咱来看11章26节，在甲咱讲起一个真要紧。安尼讲，已经拄着就带因到安提阿，因伫安提阿教会中间聚会1年久，什么人？为着教会需要，开始把这个巴拿巴去带大数带扫罗来参加入这个阵容。所以，这间教会要复兴，需要真侪这同工来加入，真侪这同工的这个协助。特别咱来看13章第1节，记载讲，伫安提阿教会中间有先知甲教师几若人。就是巴拿巴称作年节的，甲称作年节的西面，哥尼来人罗球，甲分封的人人均希律当培养的马念以及扫罗，伫遮讲起5种的人。这5种的人，大家结合，成做一个真好的同工群。所以，通讲这间教会第2项的特色。就是同工合作的教会，这间模范的教会，就的确同工合作的教会。同工合作，无互相排斥，无分彼此。咱看到在记载这个人的中间，有黑人，当然有白人，有贵族。
阁有扫罗列比。这个人有对犹太来，有对北非洲来，有对罗马来，有对大数来。安尼，这个人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种族、皮肤，也会通伫教会来结合，成做同工。我感觉非常的难，非常的安尼无简单。有当时啊，伫教会吼，安尼同工吼，安尼有当时啊，都安尼互相会拜帖，啊，互相会安尼看轻，有诶无，这代志发生。所以，这个13章第10记中五种诶人，5种诶人结合，成做一群。叫做团队，来帮咱这个安条教会。兄弟姊妹，咱知这个5种的人吼，我安尼捌读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咱人5支砖头大舅母定来学了伊上大个，第2支吼，这拢爱共指责吼，第3支讲我上top上悬的，第4支讲我上有疼心的。所以，迄个手指拢挂伫我这支，上有价值的。这支讲这上无路用，毋过若要学平康甲学圆康哦，这支上好。搁咧，我若咧祈祷吼，这支拢面向上帝，安尼，大家拢有特色，大家拢有伊的优点。迄个时阵，讲有一张纸对空中飞落来，主人讲大舅母，你甲摕起来。大窟窿摕袂起来，第2支咧摕起来摕袂起来，最后讲恁着5支合作，这张纸才摕起来。咱知教会中间，逐个人拢有伊的特色，逐人拢有伊真强的一面，总是若无合作，干那一个人孤军无效，所以咱知。哥林多这个安提阿教会，伊一个真好的模范，就是这同工群真正无分彼此，无分阶级，无分什么款皮肤，无分什么种族，大家三甲合作，安尼来建立这间的教会。大家叫做同工同工，不是同工讲来讲去的讲。大家伫遐诚做助力，毋是诚做助力。教会伫遐彼此无分阶级，无分关系，无分学问，拢总无。只有为了福音，诚做一个真要紧的这个目标。第3项，这间教会是一间信仰见证的教会。11章26节。甲咱讲一句真要紧的话，已经拄到就带因到安提阿，因伫教会中组织一年久，教示侪人，佮学生称作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学生称作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开始。基督徒这句话是一个绰号。总是今仔日人讲，某人你真正是个基督徒，你嘛感觉非常荣光，感觉好啊！你甲我叫做基督徒，我真欢喜。安提阿人真有共好即款的绰号，那像咱若拄者较大颗，就讲我这大颗啊，若较瘦的讲较瘦的，较落讲落骹，若讲迄较矮就讲矮，安尼吼，安尼矮个的等等，共好即款绰号。当时一群人。人家号做基督徒，原文的意思叫做“耶尼”，意思就是讲什么帮，这爱是什么帮，所以基督徒就是基督族、基督帮，也是讲这个人是小基督，安尼等等。本来是一个足轻视、藐视的一句话，总是这个安提阿的信徒。接受这个话，当作因的阳光，因的生活来见证，所以互这个名
无搁再受轻视。哦，我相信咱大家活伫咱台湾即个世代，你若信仰说，较早人讲会甲你讲你去入教的，啊，佫所有甲你骂讲入教死了无人靠，总是今仔日较少。为什么？因为咱当作入教的，做基督徒是咱的荣光。亲像安尼，安提阿伊将即款即个名词、绰号，甲伊当作一个荣耀。对，我是一个小基督，我是对耶稣的人。为什么叫做基督？啊，佫就是道。咱知道是啥物？道就是咧学习。咱定定是咧学习基督的人。所以，因掠做一个实在是非常欢喜，因为我是咧实践基督信仰的人，哦，用安尼来得欢喜，因安尼互人改号这个绰号。所以为着安尼，圣经描写这间教会好名声，啊，这个好名声就咧传到耶路撒冷。哇！耶路撒冷听到安提阿教会。哇！兴旺信主的人侪，佫足好名声，遐人拢称作基督徒。嗨，啊就派人来看、来参观、来甲因访问。我是感觉真正咱信主的人，会通亲像安尼，互人甲咱肯定，咱会感觉非常的价值，嘛感非常的荣光。有一摆我去台北开会，坐计程车，啊，坐上计程车了后，迄个计程车的司机放音乐互我听，放什么音乐呢？放念佛经的音乐。啊，我咧一个牧师坐在遐听伊念佛经哦，好，迄真正不是味道啦，迄个安尼心内足奇怪就对啦。呀！我甲伊讲，先生，你敢袂通换一个音乐安尼啦吼？伊讲要换什么音乐？我甲伊讲嘛，迄个基督教音乐非常好听，安尼啦。听到基督教三字吼，就对迄个手环就拍落去安尼啦。我就戳一条安尼，我讲啊惨啊！今仔日坐车袂输擦船安尼吼，呀到尾安怎办安尼？想讲要落车毋得。啊，想讲好，尾也讲好，我要甲了解。现在你对基督教这歹印象，到底基督教是得失你什么会安尼？所以我就甲伊讲，真歹势吼，先生，我甲你自我介绍，我是基督教的牧师啦。哇，安尼哦，啊歹势，啊我骂恁基督教安尼哦，伊讲毋是啦，我吼安尼歹势，啊要甲你了解一下吼。现在你对基督教这歹印象啊？伊就开始讲，伊讲你都毋知咧，阮对面迄号就是信耶稣的基督教啦。你知影偌歹心的？你知毋知？我安怎歹心呢？迄逐日若咧扫地粪扫对因兜扫来阮兜，啊我着安甲收起来。若我扫地时，我对因兜扫过来。拢扫粪扫扫来阮兜，安尼一摆两摆，甲伊讲袂听，佮甲我冤家相骂。吼，我是足气的。迄个什么基督教，迄什么基督徒，啊，直咧念废补。互伊发脾气我了后，我才甲伊讲，先生足实的吼，我来代表迄个基督徒，迄个基督教的，甲你会实的。为什么？因为道理是真，人是假，哦，也无一定逐个基督教的人拢亲像伊安尼，啊，足歹势，啊，你都安尼去拄着即个，啊，伊就无照道理来行，互你安尼足艰苦，啊，看到真袂顺眼，所以我甲你回实的吼，确实足侪基督徒真好啦，你可能拄无着啦，定啦。好啊，得该学咯，得该补，得该说安尼吼，啊说咧吼，啊心就安尼回落去安尼啦。哎，我要开会的所在到啊，我要落车，车资200块，赶紧要摕互伊安尼吼。
伊甲我讲什么？毋免，今仔日车主毋免。我讲无啦，开使安尼。啊，心肝想讲，若无退吼，你无退去，另者你讲迄个基督教牧师坐车无摕钱，安尼还会使咧？哦，我讲毋通，一定爱退。啊，拄来拄去，拄来拄去，直直拄啦。最后伊安尼甲我讲，我坦白甲你讲，我呢过去几年来对基督教接歹印象，因为你甲我说明了后，我的心亲像一个石头落落去，我的心伫遮头放。所以我对当了，我对基督教无搁再有歹印象，所以我为着要报答你，啊，今仔日车钱毋免退。哇，听到安尼我嘛真感动，我无安尼啦。最后我来甲你祝福，甲你祈祷。啊，真正我甲祈祷呢，啊，甲念祈祷了，安尼吼，伊讲拜拜，车驶呼啊去啊呢。啊，即款的即个小事为甚，互我会感觉有影。咱做基督徒有时有形无形，伫遐有足侪人伫甲恁观察，伫甲恁看。有影，即个基督徒三字有时真歹做。总是我甲恁讲，当咱用信仰见证的时阵，人就要看到咱行为。来学了咱真正是心宽正经，所以好名声传出去，也歹名声嘛传出去，按照教会来传出这个好的名声。第四项事要甲大家来思考，第11章29节安尼讲。对安尼，学生定着意思，逐人照义力量，寄去攻击点犹太兄弟。意思是，即间教会欢喜分享、欢喜施舍的一间教会。照理来讲，安提阿教会毋是耶路撒冷所设的，总是耶路撒冷伫遐有传一个消息来。即间教会伫当时拄着安尼即个饥荒，大概伫即个主后41年、54年、54年中间拄着即款的大饥荒。即间教会听着平主内兄弟姊妹拄着即款的艰苦、即苦难时，大家就开始来奉献，开始来捐钱，最后有托保罗甲巴拿巴亲身送去到这间教会的长老的所在。咱常常咧个别速读圣经，教会是甚物？教会是圣共同的教会，教会是一体。虽然教会有分名无同款，有分地区，有分教派，总是平平伫主的名的下面，教会是一体。所以咱有时阵安尼伫教会中间，的确安尼有无相通，互相帮衬，毋通干那顾家己安尼。确实有人伫心理上认为讲，安尼家己好就好啊，啊你管别人去生杀无喏。啊，是讲阮家己都安尼过了真好，也别人的代志，啊别人甲咱无关系。教会是圣个共同的教会，所以按照教会常真苦楚，因甲耶路撒冷无直接关系。毋过耶路撒冷的艰苦，就是因的艰苦；耶路撒冷所拄着饥荒，就是因的苦难。所以因欢喜安尼施舍，欢喜安尼甲伊帮衬。最后一项，第13章第2节、第3节有记载一个真要紧的记录。这个记录安讲：因服祭主禁食的时，圣神讲，就甲我分派巴拿巴、扫罗来成就我调因去担当的工作。对安尼禁食祈祷，用手还因，就找因出去。按照教会最后一项模范。就是这间教会建立一种宣教的教会，宣教的教会。按照教会开始往外邦来宣教，
因重视外邦这款宣教的这个责任，所以毋若安尼一开始有迄个印象，搁再福音搁再进步，搁出去。所以安提阿这个所在，正做一宣教的基地。3摆找遣才会使徒出去，倒转来，出去，倒转来。咱想看觅哦，因找派人出去，人去，钱爱去，一济这物资爱缀因去。这间教会通讲煞是何等的甘心，为着安尼福音传遍整个澳洲，传到美洲，搁传到非洲，传到欧洲。一间教会宣教的工作是永远无停止，永远正做教会事业。圣经正做宣教的经典。有一个神学学者安尼讲：教会无宣教是怪物。基督徒无宣教是怪人，教会无宣教是怪物，基督徒无宣教是怪人。搁一个人叫做牛比金安尼讲：一个失去宣教意向的教会，伊无权通称呼家己做新约时代教会，因为这种教会已经好人信仰，出卖主对教会的一款的使命。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安提阿教会，真正互咱会钦佩。找遣宣教师伫遐帮赞因去做工，互福音进展。所以今仔日人才称呼做安提阿教会是外邦宣教的一间母会。但话讲倒转来，伫咱教会设教117年的时阵，我有得到咱一本，无看到吼，看到咱一本110周年的这个纪念册。我呢详细甲伊读一寡迄个资料。当然，咱知影东门教会当时设立巴克的牧师设立神学院，后来设立神学病院，是讲设立这个中营中学，设立这个中营女中。这间教会正做神学院的训练，正做医疗的团队，正做学生的团队，会使讲容纳无同款的团体、三角的组织来建设的一间的教会。所以，这间教会是一个多元的教会，这间教会是一个突破传统的教会。第117年久，我看历史的中间9任的牧师，117年9任，每一个人平均13年。咱知依照一般现今教会观念，一个牧师要伫一间大型的教会牧会10冬，这是通讲安尼真值得学了，10冬以上。10年久，安尼表示一间教会中级同工真愿意甲迄个牧师来同工来合作。所以伫117年久，咱只有9位的这个牧师安尼吼。东门教会人才真济，有见证力。我在过去的历史中间推动三福宣教、社区宣教，正做正教会的一个模样。我对民族的教会退休已经15年久，一摆退休团契聚会，拢总来借伫东门教会，伫遮活动。毋若安尼，东门教会也逐摆伫这个退休团契活动的中间，搁再奉献，一摆拢奉献3万块，
因为我做过即个南区的区长，我知影这个代志。东门教会嘛有设几间真成长的教会，像恁的宣教的意向，拢总受肯定。所以伫117年历史，若要对讲前礼拜117周年，今仔日是118周年的一个出发点。我呢真有幸伫遮来遮讲道。我是一个退休的牧师，一个老牧师。过去几十年久，伫咱台南的所在，看到南中的这教会。特别我对这纪念册中间，阁有一个迄个统计数字，我念互咱大家听做参考。3年的中间，教会有137个倒转去上帝遐，总是对虔信礼、洗礼个别信仰个别，拢总207个，207个。安尼相除有加70个出来，总是我看见咱礼拜人数，到今也无法度突破过450个，甚至500个。安尼，我有看一个团契人数拢会加添，迄个团契叫做上好团契安尼吼，那叫老人团契安尼啦吼，安尼人数咧加添安尼。但今仔日若是118周年开始的起步，120周年，我相信咱大家有一个庆祝，一个庆典。我希望咱这当中大家真真正正去思考，而120周年，正做要提出什么目标，要提出什么意向，互恁伫遐去。按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正做东门教会一个真要紧的课题。伫我的心目中，东门教会是一间模范的教会。希望恁有按照教会的精神，有按照教会一款宣教的这个意向，甲这款宣教的规律。马太福音26章46节，甲马可福音14章42节，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了后，面对足恶劣的环境，南美利亚伊平等地为学生呼人伊的一款的中间，耶稣对学生发出一个命令，安尼讲：起来！咱来去，即讲起来，咱来去，就是咱要去面对有足多歹的环境也好，是什款恶足歹的环境也好，咱勇敢去面对。个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讲什么？起来，我们从这里开始吧。所以祝福东门教会。118周年开始，我咧讲起来，对这出发，对这开始，个宣教，教会复兴，足多信徒，才会领心倒替人，带因倒转来。我有看到咱教会会员数已经要到1000人，职在人在要到700人。总是咱的礼拜了，逐礼拜失落200-300人无伫遮，起来对遮出发，愿主叫咱大家同心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的听堂，伫东门教会117年结束，进入第118周年的起步。愿你的灵做工，祝福在同工，祝福在兄弟姊妹。希望大家有勇敢、三甲同心的、同合一的心志，为着福音，齐心来努力。
有时阵阮会亚线，有时阮会软弱，有时阮会拄着济济的问题甲交叉，总是主愿意互阮大家，阮的心目主，互阮听到主呼召的声，安尼讲起来，对遮出发吧。求天父上帝的恩待，东门教会才会正中职、正东工，才会正遐的姊妹，三甲来担当伫新约时代做一个基督徒真要紧的责任，成做一间新约的教会，成做一间宣教的教会。主你是落你恩典伫阮正大家身上，甲阮三弟弟，我你也圣化，今早起你罗卜所传这福音，毋望成做阮逐人会勉励，阮来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三甲内吟圣诗257首，求主复兴教会。即时来奉献。
请坐。请咱拍开周报第9面，我来报告。第9面教会消息：下半年度主日礼拜圣港事奉人员表已经公布伫大礼拜堂后壁的公布栏，办公室也会提供予事奉人员这个事奉表，请咱注意。第2点。本会定伫7月初5第1堂礼拜中要举行洗礼、更新礼，要接受成人洗礼、更新礼的，请伫后礼拜日来报名。结束6月初7还是6月14，爱参加基要真理课程。6月21参加蒙德利。要报名幼儿洗礼的，请甲办公室报名。到6月21截止。第3点，咱因应疫情新生活，咱主日礼拜为今仔日开始，改做伫大礼拜堂后壁101教室2楼副堂3个所在，拢总座位是216位，所以咱会当看到今仔日咱的主堂就较侪人吼。这是咱的疫情新生活开始。咱伫1008年108学年度的第1学期奖助金已经审核完毕，请申请的人用钱干事来领取奖助金，名单伫咱周报面顶，请有得奖的人注意。咱的奉献名册伫12页到13页，有出入的，请甲用钱干事订正。咱的事工分担伫周报14页到16页，请有事工的人家己注意。感谢今仔日邵倩执事来替咱领诗。邵倩，哈？哦，信笺。哦，无，今仔日礼拜中吼，因为我袂晓吟诗，我拜托邵倩执事，以前拢拜托献处长咯，所以以前恁听到的拢毋是我咧吟诗，因为我无才调。我以前伫圣歌队妇女诗班的时阵，马丁老师常常拢甲我讲，不要唱自创曲。我牧师娘拢甲我讲，你唱第几部？啊，我拢甲讲《天龙八部》，所以恁就知影我实力偌坚强。所以只好我聚会时阵，拢爱拜托献亲长老，也是邵倩执事来替我唱歌。好，咱即时要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金句伫第10页，我来读一遍，大家来读2遍。伊应我讲，这是耶和华吩咐所罗巴伯的话讲，毋是用权势，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撒迦利亚书4章第6节，请咱一齐来念。这是耶和华吩咐所罗巴伯的话讲，毋是用权势。毋是用腿力，是用我的神。这是耶和华讲的。撒迦利亚书4章6节，搁一遍。伊应我讲，这是耶和华吩咐所罗巴伯的话讲，毋是用权势，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撒迦利亚书4章6节。这是来请咱本堂陈佑成牧师介绍来宾以及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会早起真多谢洪文柔牧师用真好的信息，请做一间模范的教会来勉励咱。希望咱东门北溪的教会，咱会当持守咱优良的传统。正做一间模范的教会，咱伫遮，咱用拍鼓啊，甲伊说多谢。
毋知有第一遍来到咱中间做礼拜兄弟姊妹无？请你若有，请你举手。对，你逐礼拜拢来牧师知，好，多谢。佫有毋知有其他第一遍来做礼拜兄弟无？若无，咱时间交互师会。一切荣耀拢归乎咱的爸上帝。咱来吟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咱来吟2摆，请起立。愿咱的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保守引带恁，互你每一个人心灵得到平安，身躯得到勇壮，生活得到快乐，对一点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这灭道避讳。